这是的嘞，各位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特别推出的达赖喇嘛尊者的4大人生使命系列讲座节目。在2020年，藏人行政中央第15届噶夏和全体西藏人民，为了感谢达赖喇嘛尊者在过去的85年里孜孜不倦地为西藏乃至世界和平做出的伟大贡献，将2020年至2021年定为感恩达赖喇嘛尊者年。作为该活动的一部分，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将举办为期1周的视讯讲座活动，邀请藏传佛教各教派的高僧大德、藏人行政中央的领导人、世界各国的著名佛教学者、教授和佛教团体的代表，以及华人学者和专家，介绍达赖喇嘛尊者的4项主要人生使命，即推动人类一体性的信念，促进宗教间的和谐，保护西藏的文化、宗教和生态环境，以及复兴古印度智慧等。这4大使命反映了达赖喇嘛尊者毕生的信念和努力，通过向年轻一代灌输希望，来创造一个更加和平、宽容和理性的世界。那么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邀请到了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教授、中国第一位历史学博士冯崇一先生，台湾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下属《西藏的天空》杂志主编卢慧娟女士，旅居美国的北京之声杂志社名誉主编胡平先生，台湾普银科技大学的苏家红教授，以及新西兰汉藏友好协会副会长、北京之春杂志社主编陈维健先生，就达赖喇嘛尊者的4大使命进行讲座。兄弟姐妹们好，我是冯崇义，来自中国，现在在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任教。今天很荣幸有机会与大家分享我本人学习达赖喇嘛尊者人类一体性理念的一些心得。这些年来，我有多次机会当面聆听达赖喇嘛尊者的讲演，包括他关于一生中3个使命或者后来追加了叫4个使命的这个阐释，获益良多。推广人类一体性理念，促进宗教和谐，保护西藏文化和环境，复兴古印度智慧，这4个使命充分体现达赖喇嘛尊者的大智慧、大胸襟。推广人类一体性理念被达赖喇嘛尊者列为4个使命之首。其实他几十年来推广这一理念不遗余力。达赖喇嘛尊者认为，喜欢离苦得乐是整个人类的深层共同点。可惜人类受各种偏见的局限，往往忽略人类的生成性的贡献和共同点，而是执迷于彼此的肤色宗教、族群、国籍、语言等等这些次要的和外在的区别，这个产生各种爱恨情仇纷争不断，痛苦不堪。因此这个达赖喇嘛尊者呢，一生都努力以提升世人对这个人类一体性的认知，鼓励人类各个族群或者人类各个个体带着爱心和慈悲，以诚相待，与人为善，以消弭分歧，减少冲突，维护整个世界和平，增建社区祥和，共享人间欢乐。在人类一体性的基础上，促进生成式的人类价值观，减轻
人们的压力、焦虑、愤怒、仇恨、挫败等等不健康的这个心理和这个情绪，创造一个更富有同情心的社会和世界。我们知道，达赖喇嘛尊者是满腹经纶、德高望重的高僧大德，是誉满全球的宗教领袖。他在汉人中当然也广受尊敬和爱戴。达赖喇嘛尊者有很多的精辟见解，令人神往，这都得益于他几十年来的治学方法和运势方向。他总是高屋建瓴，将宗教、哲学和科学融为一体，来整体把握世界、认知人类。他本是宗教中人，却特别注意充分地吸收全球哲学和现代科学的成果，因而他总是能够融通人类的现实关怀和终极关怀，把两者完美无缺地结合在一块。人类同源同种，既有共同的人性、共同的属性，众人之间根基或者是能力可能有立吨之别，但是人的生理结构、心理结构这是相同的。人类离苦得乐、趋吉避凶等这些共同需求，正是基于这种相同的生理结构和心理结构。不同族群的众人之间可以相互沟通、相互理解，也是基于共同的人性和共通的理性。人类其实也可以制定判别是非善恶的共同标准，来去规范人类的行为。比如说，人类有不作恶的这个共识。你看全世界的各个大宗教都不约而同的包含这个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撒谎、不可奸淫这四大古训。这个可以证明人类它本身，它在以前在没有交往、没有沟通的属于分离孤立状态，它可以有这些不约而同的共识。达赖喇嘛尊者非常杰出的这个超越性品格，很值得推崇。他超越宗教和族群的藩篱，超越族群、宗教、党派等各种身份疆界，推广人类的一体性理念，真的功德无量，对当今世界非常重要。其实西方的启蒙运动和中国古圣先贤提倡的致良知，也都是要发掘与生俱来而被课程所蒙蔽的理性和良知。我要特别强调的是，达赖喇嘛尊者推广人类一体性理念，完全切合现代人类文明奠基，为这个现代人类文明奠基的自由主义价值理念，与西方自由主义思想不谋而合。从17世纪英国哲学家洛克在《政府论》中论证人有与生俱来的这个基本人权，包括这个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
到这个美国人把这个基本人权写进美国独立宣言，写进美国宪法，再到这个1948年联合国发布世界人权宣言，宣告全世界人类所有个体、所有人，每一个人，不分族群、不分国籍、不分语言、不分宗教信仰、不分性别，都具有同样的人权，都应该共享尊严。所以这个标准确定之后，连后来的专制政权也不敢不把这些标准化的人权清单写到宪法里头，真的可以说是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多少这个专制政权连续不断的被推倒，现在全世界上2/3的国家都生活在民主体制、民主的国度之内。我还要特别强调，达赖喇嘛尊者不仅在言论上去推广这个人类一体性的理念，而且他以身作则，身体力行。我只举2个令人五体投地的这个最显著的例子。第一个例子是达赖喇嘛尊者率领藏人在流亡藏人社区实现了宪政转型，完美的实现了宪政转型，将这个尊重生命、尊重普世人权的这些价值理念牢牢的落实到制度层面，提供这个制度上的保障。就1959年西藏流亡于这个中共暴政，达赖喇嘛尊者和好多藏人被迫离乡背井流亡印度，那可是天崩地裂的这个奇灾大难。但是达赖喇嘛尊者定力十足，他一站稳脚跟，在半年之内，也就是1960年初，他就宣布要在藏人社区实施民主政治，建立民主政治。从那之后呢，他就率领流亡藏人逐步的进行一系列的系统性的改革，包括这个制定多个这个宪法草案。到了1990年，终于正式的通过民选产生藏人流亡议会，并通过这个议会于1991年颁布了这个流亡藏人宪章，也就是这个藏人的宪法。接着就根据这个宪法选举产生了藏人的行政中央，就是藏人的这个行政机构，这个总理内阁。而且在这个流亡藏人这个宪政民主转型完成之后，就是藏人在流亡社区建立起来的宪政民主体制巩固之后，达赖喇嘛尊者在2011年主动的退出政坛，专心致志于他的宗教事务，全面实现这个政教分离。这样一来，就把西藏文明与人类最先进的主流文明全面接轨。
第二个例子呢，是达赖喇嘛尊者为藏人所确立的中间道路，也就是说，主动的放弃争取西藏独立这一在联合国宪章里头确定的民族自决权利，将这个藏人的目标下调为这个名副其实的自治，就是在中国这个宪法框架里头自治而不分离，没有不追求这个西藏的独立。当然，达赖喇嘛尊者他不是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藏人，而是通过长时间的磋商、辩论，最后通过议会的这个投票表决，才将这一个目标确定为这个藏人流亡政府的大政方针。达赖喇嘛尊者之所以提出中间道路，最关键的一点就在于，他虽然长期处于这个流亡的逆境，但是他一直以天下苍生为念，将生命尊严和这个自由权利放在首位，而不是把国家权利放在首位。他始终坚守佛教的慈悲之道，坚守和平精神和非暴力原则。他是长期坚持藏人采取非暴力抗争的手段，来去推进藏人的事业。也正是因为这一点，他1989年获得了这个诺贝尔和平奖。当然，他推广这个中间道路，非常现实的考量，也就是这个避免留学牺牲。不仅是藏人的留学牺牲，还有汉人的这个留学牺牲，就是通过展现藏人的这个高尚品德、藏人的和平精神，来消弭这个藏汉分歧，增进藏汉两族和中国其他民族之间的友谊和福祉。最后，我还要谈谈汉人与中国的前途出路。其实汉文化里头也有深厚的人类一体思想资源。《周易》一书就明确地标明，天下同规而殊途，一致而百虑。也就是说，天下之人有着共同的目标，虽然所走的路径不同，有着共同的关系，虽然有着多种不同的思路来去探索这种共同关系。中国人很早就追求天下大同的理想和价值目标，往往强调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常常呼唤共识。不幸的是，中国人这些美好的理念和价值目标一直没有落实到制度层面，一直没有得到制度上的保护。当然，我们都知道，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就有过百家争鸣的杀戮文化，哪怕到了帝制时代，也长期有过儒释道相得益彰、多元共生的传统。但是这些传统一直受到君主专制政治和文化专制主义的排斥、扭曲
和打压。佛教、道教一直是被凌辱于黄泉之下，而且这个灭教灭道的这个灾难不断的发生。到了近现代，中国人在追求现代新政转型的过程中，也曾努力去开发和利用民族传统中的优秀成分，包括这个人类一体的思想，当然更包括这个天下为公的理念，比如清末的这个立宪运动，中华民国的创建，甚至于民国初年的宪政民主政治的实践，都是得益于天下为公这一传统理念和其他的优秀的这个道德资源，认定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不是一家一姓一党一派的天下。可悲的是1949年中共沦陷于中共暴政，使中国成为各族人民的监狱。至今中共这个罪恶政权仍然不知改邪归正，不愿改邪归正，仍然继续造孽，伤害中华民族，伤害国族人民，也伤害世界。我们汉人，我们中国人，真的得诚心的学习达赖喇嘛尊者的智慧，学习藏人的智慧，早日结束中共暴政，引来光明灿烂的新政中华。谢谢。各位观众，这是德雷。我今天要跟大家谈一谈达喇嘛的第二个使命，达喇嘛的第二个承诺。达喇嘛说：“我的第二个使命是基于我是佛教的僧侣，4000多年以来，地球延续了许多不同的精神传统。虽然这些不同的传统偶尔会制造一些麻烦，但是仍然给人类带来巨大的利益。尽管教义有别，但是他们基本上都希望人们活得更有意义、更慈悲。有的宗教宣说上帝、阿拉创造者，有的则说没有上帝，基本上可以分成有神论和无神论两类。”达喇嘛做了一些介绍。我在我们西藏的天空，达喇嘛驻台办事处的杂志，这一份杂志，我在第30期的时候跟大家介绍了达喇嘛的4个使命，其中第2个使命是促进宗教的和谐。我们先来讨论一下达喇嘛的促进宗教的和谐的定义是什么？这应该是基于达喇嘛第1个使命。达喇嘛第1个使命是说，我们人类都是70亿的兄弟姐妹，所以我们有促进世界和平的这样的使命，有这样的全球责任感，有这样子全球人类一体性。所以呢，你看人类要和平，那宗教呢？宗教也是要和谐的。达喇嘛就是从这里来发展宗教要和谐。怎么做呢？这么多正信的宗教，那达喇嘛教我们怎么实践，如何做。达喇嘛的想法是，你要找最大公约数、最大公因数，这些正信的佛教、基督教、天主教，各种正信主流的宗教，从里面截取它的共同点，它的共同的要素。它的最大公约数是什么呢？
达妈在各地演讲的时候有告诉我们，它的最大公约数，它的最大公因数，它的共同元素就是爱，就是慈爱那个爱，也就是我们常常讲的慈悲。它这个爱不是小我的小爱，是大我的大爱。所以从爱做出发点，你会发现宽恕啊，还有友爱呀、原谅啊，还有利益他人等等很多善良的品德，这都是从这里发展出来的。好，那达尔玛呢特别举了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告诉我们尊重多元，拥抱差异。达尔玛举了印度做例子。我们10万流亡藏人流亡到了印度，印度这个国家，他用佛教兄弟姐妹的想法，完全接纳了西藏。除了接纳了西藏这个民族，其实印度本身是一个多民族并且是多宗教的一个国家，所以印度达玛就说印度有各种宗教在里面，可是从来却没有听说过宗教冲突，从来没有因为宗教教义的差别，信徒之间有什么冲突战争，并没有。所以在宗教和谐方面，达玛认为印度做了一个非常好的典范。那印度这个情形，我有一次听达玛驻台代表的贡奥达瓦董事长达董有一次就在演讲里面提到，他比较印度和中国对西藏的差别。他说，印度就认为你西藏跟我们是不同的民族嘛，那西藏是别的民族，不同于印度的。但是呢，印度接纳了流亡的西藏，接纳了西藏人，有定居点，让西藏流亡到现在61年，有印度的土地可以承载你、支撑你。但是现在西藏是在中国的统治下嘛，那中国嘴巴说的是我们都是一个民族，西藏也是我的中华民族，我们是一样的民族。但是中共政府执政下是不允许西藏人有信仰藏传佛教的自由。你也不能够把达尔玛相片公开供奉嘛，你也不能带达尔玛的法照在这里。可是你在印度是不是都可以？你在印度可以供奉达尔玛的相片。所以这两个，一个嘴巴说你跟我是同一个民族，但是他不让你有信仰藏传佛教的自由，不让你有供奉达尔玛相片的自由。另外一个印度，你跟我不是一个同样的民族，但是我尊重你的信仰，我让你在我印度的土地上能够信仰藏传佛教，能够供奉达尔玛的法照。这就是达尔玛一再说，印度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宗教和谐的典范的国家。接着呢，我要跟大家谈一谈，达尔玛其实他有这样的理念、这样的想法，还教大家怎么做之后呢，达尔玛他自己是亲身实践的。大家常常看到，在这个新冠肺炎之前，达尔玛到世界各国去演讲的时候，达尔玛常常会跟各个主要的宗教的领袖一起做对谈，有没有？那我们也常常看到达尔玛跟各个宗教的领袖一起祈祷，为世界人类和平一起做祈祷。所以他自己在实践的时候，他就这样做到了。那另外呢，我印象很深刻，2009年，达尔玛为了台湾88水灾小林村的灾民，台湾那时候天灾带来的生命的消失，让大家心很痛，
于是达赖喇嘛来到台湾，达赖喇嘛安抚小林村的活着的居民，为亡者度亡，为生者祈福。这个时候，达赖喇嘛在百忙短暂之中抽空跟善书基主教，善书基主教跟达赖喇嘛做了一次人跟自然的对谈。谈的是什么？谈的就是我们是跨宗教、不同宗教的和谐。所以达赖喇嘛实际也是在实践实做教导大家。那达赖喇嘛的教导是这个样子，我们可以怎么做呢？我们在台湾呢，因为台湾是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所以台湾有很多机会，让不同的宗教呈现在这里。有一些是正信的宗教，有一些是新兴的宗教，但是它只要不违反爱的定义，不违反为别人好的这种定义，它不会让台湾的人民有伤害。基本上在台湾各个正信的宗教和新兴的宗教都能生存。不过一些新兴的宗教，它如果是有一些教义是违反这个刚才我们提到的爱的慈悲这样的教义，它最后不需要多久，它的弊病，它损害人民的利益的地方，它就会出现。那台湾人民很快就知道这不是可以让你值得信仰的宗教。那一般各个主流的正信的传统的这些宗教在台湾都是蓬勃发展的。所以我记得前一阵子台湾基督教长老教会也是邀请达赖喇嘛驻台代表处能不能参与他们的祈祷会，所以代表呢也代表了流亡藏人，代表了藏传佛教和基督教长老教会和大家一起做祷告。那时候带的就是回向，发心跟回向。所以我们可以实践的就是，我们也是要做跨宗教的连结，不同的宗教我们是可以做对谈讨论的，从自己做起。那在台湾呢，还有很多，应该是有200多个藏传佛教的弘法中心佛学会，在台湾政府社团法人有立案弘扬藏传佛教。其中有一个很特别的中心，它是法宽师担任说法师的中心。法宽师呢是喇嘛苏哈仁波切的弟子，他在金旭法林出家，担任会长之后呢，他自己的学生立案，在台湾成立了一个佛学会。那法宽师，我参与他的活动的时候，我听他说，他都邀请藏传佛教4个教派，格鲁、宁玛、萨迦、噶举4个教派在台湾的这些出家法师，他都邀请。我就觉得奇怪，我就请教法宽师。法宽师，你不是喇嘛苏哈仁波切弟子，不是我们色拉寺，不是我们那个格鲁派的吗？你为什么会请其他3个教派的法师到你的中心来弘法、来讲经呢？法宽师说，这是达赖喇嘛尊者教的啊。然后达赖喇嘛尊者不是教我们要宗教和谐吗？不是教我们要4大教派都要和谐共存，一起学习吗？他说我就是照师长的教导这样做。那现在呢，法宽师圆寂之后，我看他的学生们还是一样还是一样4大教派具格的师长来到台湾，他们都是很诚意的邀请到他们中心来跟他们分享藏传佛教的好。所以你看台湾的一个法师，他是台湾人他出家，他有佛学会，他也是这样做。那另外呢，我自己是怎么做呢？首先呢，我们
大妈驻台办事处西藏天空这个杂志，这个杂志出版了10年，它是季刊，已经出版40期了，现在准备出版第41期。我每一次，达赖妈是在世界各地或者在达兰萨拉有讲经说法、有演讲的时候，我都会特别留意达赖妈她关于她4个使命，这4个使命她的演讲的想法怎么做的，我都会把这个讲稿拿来请师姐师兄帮忙翻译，翻译之后呢，登在我们西藏的天空达赖妈尊者的教导，那让台湾大约有5000位法友来知道说，哦，达赖妈有这个4个使命。那我们虽然是藏传佛教徒或者是支持西藏蓝皮书的成员，但是我们都也是要知道说，哦，有这4个使命，如果是我，那我怎么样听从师长达赖妈的教导啊？或者有的人其实他不是佛教徒，但是他是达赖妈的粉丝，那他也可以根据达赖妈这4个使命，让他自己的人生过得更好。那另外呢，我们在台湾还有雪域出版社，是在驻台办事处指导之下成立的。那我们是主要是台湾的几个藏传佛教徒协助来成立。那我们出的书其实是西藏的政治书，那西藏的政治书，但是在商业里面其实它是小众的市场，我们很不容易，要费很多精神、心力、金钱才有机会出版。那我们现在有自己的出版社，所以我们只出达赖妈跟西藏的书。那我在编辑的时候，我也是累积了3年4年，我就把达赖妈的关于各个层面，关于他的4大使命，关于他的佛法，关于他的教育，关于他的西藏的这些演讲，把它收录起来成书，放在台湾的国家图书馆以及各大书店，让大家知道。那这本书里面呢，我有一个有一个篇章，就是讲了达赖妈的4项使命。有达赖妈关于悲智双运的教育的演讲的时候，达赖妈谈到了4个使命，还有慈悲与智慧这篇演讲也谈到，以及超越宗教的伦理道德。所以达赖妈讲的是，我们其实是各个宗教那个最大公因数，刚才我们提到的，是不是那个爱？那个慈悲，那个爱就是超越宗教的伦理道德，是人性里面很光辉的那一面，都可以让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好。那另外还有生活中的慈悲以及环保是全人类的责任，这些都是达赖妈尊者关于4个使命的书，我也会把它放在我们的西藏雪域出版社。那另外呢，我还有机会呢，因为我是台湾的老师，我有机会参与台湾的国际教育国中生的中学生的教材的编辑的时候，我写了一篇关于宗教方面宗教和谐，我就是基于达赖妈关于他的4大使命，其中宗教和谐的这一点，我介绍了观音信仰，台湾有儒道佛合一的这种地方的信仰，那它也有观音信仰。那我们西藏佛教里面也有观音信仰。那另外呢，我也写了善书基主教的故事。那我也写了那一阵子，因为有9·11恐攻这些，让人民感受到害怕。所以我那时候还特别挑了一个关于伊斯兰教的故事。那有一个伊斯兰教徒，他在巴基斯坦，他就有一个基金会，这个基金会已经有60年了。那现在不止60年，60多年。这个基金会是从收养弃婴开始的。
那个国家贫穷，有一些弃婴就像垃圾一样，他就去收养弃婴，就得办孤儿院，就得办学校，就得办妇女收容等等一系列的。我把这个故事写下来，我让台湾的国中生、中学生能够了解不同的正信的信仰，它其实都有一个人性关怀的那一面，那一面就是关爱，就是爱，就是慈悲。那另外呢，我还在台湾参与了汉藏友好协会。那达赖喇嘛呢？你想一想，他从人类，我们都是70亿人类之一，我们都是70亿人类的兄弟姐妹。他从这里做出发，那他作为僧人，那他是佛教徒，所以他有弘扬佛法的责任和承诺和使命，同时他也推动宗教和谐。所以从他这样一路的理路逻辑下来，对西藏问题，达赖喇嘛不是秉持的就是中间道路吗？所以达赖喇嘛常常鼓励世界各地的汉人和西藏人要成立汉藏友好协会，要沟通，要对话，要寻找汉藏之间的共同点。所以呢，我们在台湾的汉藏友好协会，我们这应该是有10年了2011到现在，我们每一年秋天会办一个西藏问题的研讨会，才开始就是讲西藏的问题，还讲汉藏之间怎么样沟通友好，怎么样对话，是不是能够找到它的最大公约数、最大公因数，找到一个中间道路解决的道路。那后来呢，我们了解达赖喇嘛的想法更深刻之后，同时我们也得到台湾一位人权前辈黄默老师的指导。黄默老师跟达赖喇嘛的想法是类似的，我们不要只做西藏问题。我既然能够办了一个研讨会，所以我应该建立一个平台，让不同的弱势者、少数的民族、被压迫的民族都能够有机会在这个平台能够发出弱势者的声音，像这个强权他所控制的宣传媒体等等的世界，能够让弱势者有发声的机会。所以我们第一次是刚好台湾太阳花运动结束之后呢，我们就邀请我们就办了一个场次，让太阳花的年轻人来讲台湾有4大族群嘛，闽南人、外省人、客家人还有原住民，我们邀请了这4个族群的代表来谈一谈，从他们的角度来参与太阳花运动，这是第一次。后来我们接着就我们开始发现香港问题是慢慢会走向西藏问题了，所以我们每一年也辟一个场次，让香港的朋友或者台湾关心香港的朋友能来谈香港的问题。那今年我们这2年半，我们维吾尔人、蒙古人我们也都会邀请他们为他们被压迫的民族来发声。所以我们做的努力也是秉持达赖喇嘛尊者4大使命的教导，尤其是第2个使命，那个宗教和谐。什么叫做宗教和谐？就是你的宗教是好的，我的宗教是好的，我们之间是有多元的宗教，但是我们有相同爱的教育、爱的教义。那么我们其实是可以拥抱差异的，我们可以尊重差异的。所以在跨界，就你的宗教和我的宗教是可以跨界进行对话交流。那因为有跨宗教的理解，
所以我就了解你的宗教有你的宗教美好的教义，以及你怎么实践你的教义。那他的也是，我的也是。那我们彼此共同做的，都是为了我们人类是70亿人类之一，我们都是70亿人类的兄弟姐妹。所以跨宗教的理解，从这里做出发，再来我们在政治问题上，西藏的问题和中国之间的，我们怎么样在汉藏之间，跨越汉藏民族的藩篱，跨越各自的坚持，找到彼此能够接受的中间道路。那另外呢，在弘扬佛法方面，我刚才提到法宽师的例子，不是只有一头栽进自己的宗教才是最好的，不是我的佛学会才是最好的，我们应该跨出自己的象牙塔，去跟不同的佛学会做交流，去跟不同的领域做交流，去跟不同的宗教做交流。这就是达妈关于4个使命里面的第2个使命，促进宗教和谐。我今天从达妈关于宗教和谐它的定义，它是从人类是70亿的人类之一，兄弟姐妹，我们都有人类的一体性和全球的责任感。从这个定义开始，再讲到说跨宗教之间有什么？跨宗教之间是有一个共同的元素，那个主流的宗教在教我们的都是爱，就是我们藏传佛教讲的慈悲。所以从这里衍生下一些美好的品性。那接着我跟大家谈的是达赖喇嘛尊者他自己亲身是这样做，他跟世界各个主要教派、各个主流教派的领导者一起参与活动，一起对谈，共同为世界做祈祷。他来到台湾，我们亲眼所见他跟单书记主教做的对谈，都是很启迪人心，值得让我们一生都能够为这个和谐和平的理想做奋斗。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在大妈的教导之下，能够促进宗教和谐，能够在不同领域跨界之间做到对话与和谐。也希望这种跨宗教和谐的理念，进一步跨政治汉藏的和谐，能够找到中间道路，解决问题的最大公因数，让西藏人能够回到自己的家乡。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我认真阅读了达赖喇嘛提出的第2个大使命，也就是促进宗教间和谐。对此，我深表赞同。正像达赖喇嘛告诉我们的那样，世界上有很多的宗教，这些不同的宗教有着不同的哲学基础，但是他们都共同的倡导爱，倡导同行。因此各个不同的宗教之间完全可以做到和平共处。达赖喇嘛还举印度为例，在印度有着多种多样的宗教，但是在印度漫长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宗教迫害或者是宗教战争，有时候也会在不同宗教间发生一些冲突，但是大体上说，在印度，在这个地球上有第2大人口的这么个国家，各个不同的宗教之间那是和谐共处的。在这一方面，在促进宗教和谐方面，印度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榜样。那么谈到这个宗教和谐的问题，我们看到，我们回顾历史，再看看今天的世界，我们就发现在很多地方很多时候都发生过不同宗教间的流血冲突，都发生过这个不同宗教间的这个政治迫害，甚至于发生过长期的宗教战争。其中产生这些事情的原因说来也并不复杂，无非就是一些信徒认为只有我信的宗教才是正教，
别的教都是邪教，只有我信的神才是真神，别人信的都是魔鬼。因此他为了倡导他的自己的信仰的宗教为了使自己的宗教获得胜利，那么就不惜对持有不同宗教信仰的人对他们实行压迫，说不服就压服，甚至不惜发动战争。这就导致了这个绵延多年的这个宗教迫害，乃至于宗教战争。就拿这个西方历史上来说，我们知道在16世纪的时候，提倡新教的这个加尔文派，他曾经受到罗马教廷的残酷的这个迫害。可是等到新教得势之后，加尔文这一派对他的政敌，对他的宗教上的这个敌人实行了比罗马教廷还要残酷的这个迫害。而在这种迫害之下，那么就激起了相当一些人他们的反思。他们发现，既然我们的宗教是倡导爱、倡导博爱、倡导同情，那么怎么我们今天会做出这么多仇恨的事，会做出这么多这个对他人残酷政治迫害的事情呢？这显然中间就是一个极大的矛盾。也就是说，他们意识到宗教迫害、宗教战争是背离了他们信这种宗教的这个初心，因为宗教的初心本来是倡导爱、倡导同情的，因此他们就大力的提倡宗教自由、信仰的自由和这个宗教的宽容。有趣的就是在历史上，那些因为这个宗教的迫害、宗教战争最严酷的地方，到后来反而成了最早实现宗教自由、实现宗教宽容的地方。我作为一个来自中国大陆的汉人，在我们生活的背景中，没有经历过所谓宗教间的迫害、宗教间的战争，但是我们经历过另外形式的这个思想迫害，经历过另外形式的一个思想上的这个专制，那就是以意识形态的名义，以这种或那种主义的名义。那么在中国自49年之后，中共建立了他的一党专制，那么就以所谓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成了这个国家的指导思想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号之下，对任何不同的思想、不同的主义实行极其残酷的打击和迫害。那么这种迫害到了文化革命可以是达到了顶点，达到了高峰。在那个时代，任何人你仅仅因为你有了不同的思想，有了不同于当今伟大领袖不一样的思想，那么你就会遭到残酷的迫害。不管你是个目不识丁的老农民，还是一个乃至于高级干部，甚至国家主席，都会遭到这样残酷的迫害。而正是在这种普遍的迫害之下当越来越多的人成为这种迫害的牺牲品的时候，这就促成了有更多的人对这种残酷的现象进行反思，从而就产生了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这个思想、这种观点。这就是到了后来我们在70年代末、80年代看到的，在中国出现的这个自由化的运动、自由主义的运动，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同样的，在前苏联、在东欧这些共产党国家他们也经历过类似的过程。那可以说，在共产国家发生了这种要求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这种自由化的运动，是和当年的欧洲他们这个产生和这个萌发宗教自由、宗教宽容的这个历程有很大的相似性。也就是说，物极必反。正是因为以某种宗教的名义，或者以某种主义的名义，在压制异端、压制异教方面、压制不同政见方面做得太残酷，做得太普遍，因此造成了太大的灾难，所以最后走到了自己反面。那么回到今天中国来看，固然
由于这个毛时代的结束，由于所谓改革开放，由于国人在吸取了过去的那种惨痛的经验教训之后，在80年代我们看到中国的自由化曾经达到一个高峰，可惜由于89民运功亏一篑，6次屠杀，终结了中国的这种自由化的进程，这种历程。但是由自由化所造成的这种思想的种子并没有熄灭啊，在当今中国，那持有这种自由的思想，主张思想自由，主张言论自由，主张信仰自由的人是越来越多啊。那当今的中共政权，虽然它仍然打着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或者所谓新的习近平思想这些名义，但实际上它早就是口是心非、面目全非。今天的中共，它在压制不同的思想、不同的信仰的时候，它其实更多的、主要的是出于维护它的共产党的一党专制。所以我们看到在今天，在中国大陆尽管不像和文化革命不一样，文化革命那些寺院寺庙都被摧毁，而在今天呢，中国你还是可以看到到处有很多寺庙，也有很多清真寺，似乎也有一些宗教的活动。但是今天的中共，他为了出于维护专制权力的需要，他强迫所有的信徒，不是要按照宗教本身的要求，而是按照共产党的要求，按照共产党所允许的、所规定的方式去信仰他们的宗教。这样子实际上呢，就已经这个阉割了这个宗教的本身，这也就造成了新形势下的一个宗教的迫害。所以在今天这种条件之下，达赖喇嘛提出的宗教的建立这个促进宗教的和谐，那就是有赖于我们推进宗教自由、宗教宽容、思想自由、这个言论自由，有着同样的重大意义。应该说，今天的中共，它对各种宗教的干涉来的是这个更直接，更缺少它的合法性。今天的中共，我们看到，甚至对达赖喇嘛的转世都要加以干预，这是极其荒唐的。正像这个达赖喇嘛自己也讲的嘛，也讲得很清楚，说这个，你现在这个中共政权是个无神论者，你们是把佛教当成愚昧落后的表现，你们不遗余力地指责达赖喇嘛尊者是魔鬼。如果说中共不允许魔鬼转世，那还说得过去。可是现在呢，是中共自己他要吵着嚷着要帮助这个魔鬼来转世，帮着来找魔鬼转世，这就是非常荒唐了啊！所以达赖喇嘛也说，如果中共真的想插手达赖喇嘛的转世，那么首先你要成为宗教信徒，你要承认轮回你首先你把毛泽东、把邓小平的转世给找出来，然后再来插手达赖喇嘛的转世，那还说得过去。所以达赖喇嘛说得很清楚，达赖喇嘛的转世是他的转世，当然除了他之外，其他人都没有理由来插手除此之外，没有任何政治权威，包括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领导人，你们出于你们的政治需要来选出所谓达赖喇嘛转世灵童，这是不可以的，这也是不会被认可的当然中共当局，我们知道中共当局的理由无非是说达赖喇嘛这个称号从来就是要经过中央政府认证的，否则就不具备合法性。但是这种说法其实是站不住脚的。那不错，在过去，比如在清代，满清皇帝确实插手过达赖喇嘛的转世但是呢，其实就是在当年那他们藏传佛教藏人就并没有接受有几个皇帝是用金瓶撤迁的方式介入了达赖喇嘛的转世认证，但其实呢，只有1-2个达赖喇嘛是真正经过金瓶撤迁这么一个过程，多数达赖喇嘛，包括现在这位达赖喇嘛，也就是14世达赖喇嘛，都没有经过金瓶撤迁的
方式得到认证的。另外你说过去清朝皇帝这么做，好歹还有他的道理，因为这些皇帝都信奉佛教，而且尊奉达赖喇嘛为上师。你今天的中共政权，你一不信仰佛教，二你并不尊奉达赖喇嘛为上师，那你凭什么来干涉达赖喇嘛的转世呢？那中国政权就举出民国为例，就是在民国时代达赖喇嘛的转世也是经过民国的中央政府认证的那么这其实是谎言。我们记得在1989年7月31号，当时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阿沛阿旺晋美在第5届西藏自治区人大第2次会议上就明确的指出，说实际上并没有民国政府的代表吴忠信主持所谓第14世达赖喇嘛登基典礼的事情。那么我们看这个达赖喇嘛转世这个制度，在历史上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中间也不是没有变化，今后仍然可能发生变化。但是决定变不变和怎么变，这个权利当然是在达赖喇嘛本人，在藏传佛教的机构和他的信众，和中共当局和中国政府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在这里呢，我们不妨看一看当年这个西方的罗马教皇的继承问题，这对我们理解达赖喇嘛转世，我想还是有帮助的。我们知道，在11世纪之前，罗马教皇是经由世俗君主或者意大利贵族遴选或者认定的。教皇尼古拉2世登基以后，他就决定教皇要由枢衣主教选举产生，但是呢，要得到法兰克王亨利1世以及他的继位者的认可。直到1179年第3次格拉特会议和1274年第2次里昂会议2次确认之后，又正式规定教皇可以单独的由枢机主教选举产生。不过呢，仍然要承认这个法国、西班牙、奥地利这3个国家的君主对教皇的候选人具有否决权。那么到了上个世纪20世纪初，教皇庇护10世废除了这种由世俗君主的否决权。那1914年，本笃15世就成为没有任何世俗权力介入，而单独由枢机主教选出的教皇的第1个教皇。那我们从罗马教皇制度继承制度的演变就可以看出，早先世俗权力对教皇的继承有很大的发言权，以后随着历史的发展，世俗权力对教皇继承的问题的影响力越来越小，最后归零。那么早先世俗权力之所以对教皇的继承有发言权，那是因为当年实行的是政教合一，当时的君主都信仰基督教，尊奉基督教皇为他们的精神领袖。在那个时候呢，教权和王权之间的关系很密切，干预也是互相的。一方面，新教皇的产生要经过世俗权力的参与和认定；另一方面呢，世俗君主登基要由教皇加冕来体现这个君权神授，所以当时的关系是相互的。那以后这个政教逐渐分离，教皇的继承制度呢也有很大的改变教皇继承制度改变，我们发现是由教皇决定的，是由教会决定的，而不是由世俗君主决定的。那么在今天的欧洲，政教已经彻底分离，教皇是由宗教机构单独产生，无需乎世俗权力的任何介入。另一方面，世俗权力的登基也不再需要教皇来加冕，所以这就叫政教分离嘛。政教分离的意思就是说，国家机器对宗教机构没有权威，无权干涉；反过来，宗教机构对国家机器也没有权威，也无权干涉
那由此我们就可以明白，达赖喇嘛关于转世的问题，我们无论是从藏族的藏传佛教本身的传统，还是根据政教分离的原则，那毫无疑问都是达赖喇嘛自己的事，都是藏传佛教他们的机构和他们信众的事情，而和中国政府和中共政权是毫不相干。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我们必须给予很明确的答复。好，今天我的讲话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各位朋友，大家好。首先感谢藏人行政中央邀请我来参加这次研讨活动。真宰达赖喇嘛在不久前说他的人生当中有4大使命其中一个使命就是恢复倡导古印度的那赖陀文化真宰达赖喇嘛说，这个人的感官的快乐是非常短暂的只有我们需要追求精神的快乐，只有精神的快乐才是长长久久的那么我们知道，现在这个人类生活财富的发展，物质的发展非常迅速，现在基本上在这个世界范围内，那种吃不饱穿不暖的情况已经相当少见了。但是人们并没有因此变得更为快乐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还是变得更为不快乐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这个全球大约有3.5亿的人因痛苦而得了忧郁症每年有80万的人因痛苦而活不下去自杀，这是一个非常触目惊心的一个数字那么我们知道那赖陀文化，那赖陀的意思，它的本意就是施无限施无限就是我们布施不是一时一时的而是永无止境的是从我们开始有能力布施他人的时候，一直到自己生命总结的前都布施这样的布施才会得到心灵的长远的快乐。真宰说如果你帮助别人，你就会感到快乐和满足那么基督教文化当中也是有同样的说法这个就是愚宰比受宰更快乐这个道理是跟佛学的道理是一样的。这也就是真宰达赖喇嘛经常说的这个世界的宗教在慈悲在博爱方面都是有共通的方面我们知道这个那赖陀这个词，它是出自于那赖陀寺那赖陀这个寺是在印度中古的时候建立的现在是现在的印度的比哈尔邦中部它这个寺庙呢是规模非常宏大经过的这多年的扩建以后呢，它可以说是印度当时规模最大的寺庙。这个寺庙
有多大呢？它有900多万卷藏书，有1万多圣人在那边修炼学习啊。那个时候，印度的人口远远没有现在这样那么多啊。从那个时候的人口基数来说，这样的规模的寺庙真的是非常了不可得啊，说明古印度的人那个时候对精神文化的追求啊。那个中国也是一个佛教国家啊，最早的时候是我们这个玄奘大师到西天取经，这个大家都是知道。那么玄奘大师到西天取经，他到什么地方取经呢？我们知道，他就是到那莱图寺取经，这在他的《大唐西耶记》里面有了记载。不但有玄奘，还有义经法师，都在那边学习多年。所以说，我们中国到海外的第一个留学生，应该说就是玄奘大师啊。我们留学的第一个圣地啊，就是印度啊。印度的文化对于我们中国的影响是非常之大啊。这个一个文化从它传播啊，到经过一个非常长的时候呢，它会发生一些变化。有的时候可能往好的方面发展啊，经过一段时间的这发展啊，有所把一些好的一些文化涌入了进去啊。那么佛教文化到了中国，与中国的儒家文化结合起来。那么跟儒家文化结合起来呢，有没有好的方面呢？也有好的方面，因为中国的儒家文化当中也有那些慈悲的一些成分在中，但是儒家文化本质上是一个世俗的文化啊，它是讲究公民公利啊。那么施舍啊，这不是其中的一个很小的一部分啊。那么最主要的佛教文化到了中国以后，特别是跟在儒家文化结合起以后呢，这个佛教文化而且成为了帝皇啊，为地方服务的一种宗教啊。你看我们看历史历代啊，这个是一些是寺庙的高僧啊，一方面为这个帝皇说佛讲经啊，另一方面呢，也就是把这个神化这个帝皇啊。所以说这个那莱陀文化到了中国以后，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啊。那么还有最重要的，那莱陀文化它的中心刚才说过了，就是施舍，是舍。但是中国到了中国以后呢，它这个舍变成了求。我们大家都知道，中国的信佛的人到寺庙里面去，往往都是去求的，不是求官，就是求财，要么就是求子女啊。那么像这样一种变化，就是在很大的意义上呢，改变了那莱陀文化原来的本意啊。而且你想看，不但是求，而且甚至是跟那个菩萨啊做生意，很多这些信众到寺庙里面去啊，出一点香钱啊，买点食品啊，买点苹果香蕉啊，供一下的佛啊，
还要把这些东西食品拿回去，连这一点都舍不得啊。所以说他们在他们看来，跟这个跟菩萨跟神这个做生意还是最合算的啊。所以说这种文化变得已经是非常非常的庸俗了啊，把拿来图文化变得非常庸俗。那么这是从信众方面来说，那么寺庙的和尚也是同样啊，他们把这个寺庙当作是生意来做啊，这个取香火钱啊，然后把这个财富积累起来，置田置地，变成庙财啊，这也是从某种意义上违背了那赖陀文化。那么佛教到了共产党手里以后，那就变得更加荒唐了。我们现在知道，中国的和尚他是一个行政干部，他是有行政级别的，所以说我们常常说这个和尚是处级和尚科级和尚而且这还不是很重要的，而且在寺庙里面，他们把共产党的领袖当作比释迦牟尼还要大的神来供拜他们在寺庙里面不但是除了这个念经以外，念的更多的是共产党的经，他们往往为共产党的某项政策祈福，比如说一带一路寺庙里面都是为共产党的一带一路祈福，这也是跟立台是一脉相承的，就是为政权服务现在的这个寺庙搞的是乌烟瘴气我们大家都看到这个寺庙里面唱红歌，举升旗仪式那些和尚白天他是作为一个职业穿着袈裟在念经，在为共产党这个祈祷那么到了晚上袈裟一脱就到城里什么样的事情都干，吃喝嫖赌甚至有些人连袈裟都不脱，就穿着袈裟在干这些事情所以说中国的佛教虽然它最早来自于印度那赖陀文化，玄奘大师取经把它带到了中国，但是现在已经完完全全的堕落为一种世俗的官场的文化那么那赖陀文化除错传播到汉地，也传播到西藏，藏传佛教也是从那赖陀传过去的，但是藏传佛教比较好的保存了那赖陀文化的精神。藏传佛教当中非常著名的就是辩经，以这种辩经的方法来就是追求真理这种方法就是从那赖陀过来的所以说在这个西藏这些信佛的这些信徒当中，他们追求精神文化的精神上的快乐远远超过对物质文化的快乐。我有许多藏人的朋友，我看他们的生活非常简单，他们把他们的财富放到寺庙里面他们追求的不是那种官能的快乐，而是精神上的快乐所以说藏传佛教是比较好的保存了大赖陀文化，但是因为西藏
在中共的统治之下，它也开始变质了啊。那么在汉地佛教被糟蹋以后，那些想追求真经的一些信徒就开始转而去祈求去寻找那些真正的从西藏寻找真正的佛教那么因着这样一种趋势一下子又涌现出很多假的喇嘛以那个是骗取钱财为他的目标，而不是度人很多转世活佛喇嘛他们身上还带着证书这些证书是谁发的呢？是谁给用一种证书的方法来承认他是一个转世活佛，是个仁波切呢？那是中国的宗教事务观例举现在我知道一张喇嘛证已经炒到几百万元，那么当然这么高的价钱也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拿得到的，可以买得到的那么很多人那么他就是开始制造的这个假的喇嘛证所以说这种情况是非常非常之荒唐，但是就是我们现在整个中国包括西藏佛教的一个现实状况。所以说我想真宰达赖喇嘛为什么现在提出要恢复那赖图文化，他就是因为看到了这些现象，这些现象让他感觉到十分的痛心，所以说他要让他成为他的4大使命之一。那么好在就是说达赖喇嘛流亡印度以后，一批高深大德随着达赖喇嘛流亡，在西藏恢复藏传佛教，弘扬藏传佛教，把这个藏传佛教带到全世界，当然也是带回他的原居地印度所以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达赖喇嘛的流亡确实是西藏的不幸，但是我们也可以说它是印度那赖图文化之幸。那赖图文化已经很久以前已经离开了印度，现在随着达赖喇嘛又回到了他原来的地方。印度这个是佛教的发源地那么那赖图文化虽然已经早就离开了印度，但是他的精神在印度还是保存在那边。印度教里面就有相当多的那赖图的文化的精髓因为得益于那个藏人行政中央的这个在达赖萨拉的一些活动那么我到印度也很多次那么我到印度以后看到印度的社会跟我们中国社会有很大的不同首先他们的寺庙之多，保存之好，叹为观止那么虽然这个佛教已经离开了印度，但是佛教的根基，佛教的那些寺庙的建筑，它的废墟都保存的很好包括就是那赖图寺的那个建筑遗址也保存的很好，还有菩提迦耶、鹿野园都保存的很好。那么我们也看到这个施舍文化在印度社会当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我们随处可见。我在印度的时候，每到黄昏，
我就看到这些寺庙门口，包括在一些食品店门口排起了长队。那么这些排队的人是干什么的吗？就是等着这些寺庙跟店家的施舍，给他分发食品这已经成为他们的生活当中的一个是非常普遍的现象那么这是从民间来说如果说从政府这边来说呢，印度它是一个发展的国家还很穷，国家又大虽然现在是发展的非常迅速但是总体上它的经济还远远不如中国但是他们解决了印度的免费教育问题、免费医疗问题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在印度看病不要钱，甚至你外国人到了印度碰到了问题，你到医院去，他们也首先不会向你收钱的还有我们可以看到，在印度大街小巷包括村落都装有自来水龙头，这些水龙头都是免费的服务于所有的印度人而且在印度这些财团企业，他们都把自己的一部分的利润按比例的交给慈善机构。所以说我们从整个印度社会来看到，它都是一种施舍文化所以说在印度人们是在追求那种精神上的快乐，而不是那种短暂的感官上的快乐所以说我们再回过来说真在要致力于那莱图文化，要把这个那莱图文化扩展到全世界，那是对70亿人的造福如果全世界的人，所有的社会都有一点那莱图文化的精神，我相信这个世界会变得非常的美好。以上呢，也就是我对那莱图文化的一些浅解说错的地方，希望大家批评指正。扎西德雷。复兴古印度的智慧，关于华人华文世界的教育的思考。本文的完成，必须要感谢的是蒋杨仁钦博士以及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董事长达瓦才仁先生，谢谢。第一，达赖喇嘛尊者的第4个使命是什么？达赖喇嘛尊者的第4个使命是复兴古印度的智慧。他的阐释根据几段的视频和其他的书面文件，我们可以主要将之归纳如下第一，古印度智慧呢，可以对治负面的情绪。达赖喇嘛尊者的4大使命中的第4个使命是复兴古印度的智慧，就是要致力于
推动现代的印度青年对古印度智慧的认知。印度的非暴力这个概念是经历了3000多年的传统，还有慈悲心也是，这些都是印度的这个传统。古印度的逻辑推理学的历史是很长的，包含了上千年的人类的情绪和心事的完整知识，也可以对峙的是负面情绪。达赖喇嘛尊者说，他相信如果当代印度人对古印度的智慧深入了解，对印度传统文化中有关心理层面的知识深入研究，将对当今世界具有重大意义。二，古印度智慧应以世俗教育的方式来复兴。现代的印度应该更加关注如何将非暴力、慈悲心的传统保存下来。要从世俗的学术的角度来看，古印度智慧可以跟现代的教育来结合，建立当代社会的伦理基础，提高人类的道德标准。我们拥有的这些知识本来就是源于印度，因此现代印度应该更加多关注古印度的知识，并且是以世俗的方式为之，不该将其视为宗教问题或佛教问题。举例来说，利用逻辑将会有益心智的训练，令心变得更加的敏锐。这是古纳兰陀的观察、观察再观察的精神，这跟下一辈子或者是天堂都没有关联。这么做纯粹都是为了今生的安宁。达赖喇嘛尊者还指出世界上许多问题都是人类自己造成的，因为人类缺乏控制情绪和愤怒的这种教育，而这些问题不能通过祈祷来解决。本世纪应该成为一个和平、非暴力的世纪，而实现这一个关键的因素是要通过教育。三，首先应去关注的点是内在的第六意识。达赖喇嘛尊者认为，结合物质价值，也就是西方现代教育的特色，和内在价值，也就是古印度的智慧，印度有能力做到，的确有这个可能性。所以复兴古印度的知识在现代的印度中是尊者的第4个使命。当今世界有过多关注物质，却忽略了内在的价值。以心理学而言，现代教育或当今世人只关注感官的觉受，并不关注感官觉受以外的第六意识。要去体会第六意识的话，就得忽略眼口耳鼻这种感官的觉受，让自己只剩一种这种第六意识的状态。这是依据奢摩他还有毗婆舍那的训练而来，而这两者都是第六意识，而不是感官觉受。当今社会都是以物质为主，从现在起，我们应该更多的去关注内在的价值，而首先应该去关注的点就是内在第六意识。接着，基于上述尊者的开示，关于华文世界的教育，我自己有几点想法。
第一，达赖喇嘛尊者的第4个使命，用最浅显的解释，可以是这么说的：一，非暴力，还有慈悲心，恢复古印度智慧于现代的印度之中，或说是文明古印度的文明核心可以说是非暴力跟这个慈悲心两者。非暴力就是不要伤害他人，而之所以能非暴力，只有内心也心怀慈悲，我们的内心才能安乐。这是一种减少负面情绪的方式。二是止观，奢摩他、毗婆舍那，这2个可以说是印度古文里面所提到的。不论是这个无神数论派、耆那派或者是佛教，都是否定造物主的，但是也有主张有造物主的。不管肯定否定，当他们在讲述很深入的慈悲心，意欲让内心保持平静的时候，主张有造物主的一派是以祈祷的方式来做。可是否定造物主的这一派用的是修禅的方式，如此之专注一境的禅定叫做奢摩他、毗婆舍那，不止专注一境，还要能够以智慧分析观察为要的内观。两者呢，可以让我们内心过得非常的安稳平静，甚至呢掌控内心的境界。3，以世俗的方式来推动。所以在古印度的文明里面，他们非常广泛的对于内心有一番探求跟诠释。这部分的内容虽然是来自于宗教的典籍，可是我们可以将其萃取出来，以世俗的方式来推动，就是不依据某个特定或者是全体的宗教这种方式来为之，加入到印度的现代教育里面。印度只基于西方现代教育或许可以满足物质的需求，可是古印度文明里面这种让内心获得平静的方法，更可以让我们内在的幸福满足我们内在的幸福。这是我们阅听尊者圣训的一些归纳。2，透过古印度文明也能满足我们的心灵之所需。达赖喇嘛推崇印度的圣雄甘地一生的身体力行，实践了古印度的智慧，但是可惜的是，他并未改革当时印度的教育。现代印度教育可以说是完全西方化，而以物质基础为主导的教育。如何期待受教育的人能心怀慈悲？怎么会有空间尊重他人？如果圣雄当时能对世人展示非暴力的同时，又能够改革印度的教育的话，让印度的教育更加健全，不只是透过现代教育可以满足我们的物质所需，同时透过古印度文明也能满足我们心灵之所需，如此将会非常完美。达赖喇嘛尊者希望全世界都能够看到印度的发展，以此典范，追随印度的足迹一起前进。所以尊者并非脱古改制，借由这个古印度智慧的名义而在婉转的批判印度社会的种姓或者是社会的问题，不是，而是关照世人，以古印度的智慧文明特殊历史与文化的条件呢，希望从印度开始做起。3，课程名称与主轴可以想象是什么内容？达赖喇嘛认为，古印度才有的智慧，减少具有破坏性的
负面情绪的意义。那恢复这种智慧，靠的不是祈祷、修炼和宗教仪轨，而是现代的心灵的这种知识教育啊。达赖喇嘛认为，西方的教育体系并没有系统的解决内心负面情绪的方法，而是靠对造物主的祈祷。我们修炼内心，是在古印度那烂陀大学的观察、再观察的精神下，我们如果在现代教育体系中能够添加慈悲、和平的元素，这个课程主轴名称可以想象它是什么，它可以有什么样的内容，尤其是在华文世界之中啊，汉传佛教呢似乎不免呢有普遍儒家化的现象。当然生活佛教敦品立德是不相冲突的。我们是不是像西方一样，仍然欠缺有系统的解决内心负面情绪的教育？在儒家的思路中，着重对我们外部行为进行道德的这个是非的评断啊，例如忠孝仁爱啊，又说忠孝不能两全等等啊，把道德建立在行为的外部表现上。古印度的文明特有其长处者，乃在于行为本身是没有办法判断其道德是非标准的，而是要看动机，必须动机出于慈悲心，才能够被定义为非暴力。检视目前大学的课程中，特别是在台湾，以政府的资源预算引导呢这个学校的教材与教法啊，说是要翻转教室，强调呢用这个游戏化的教育方法的介入，来提升学生的课堂参与。方法程式固然12万分的重要，这件事情我想立意呢也相当的良善，但是课程的实质内容呢，并没有被引导到减少负面情绪的方向上来。课程教学在桌游等游戏化的教育方法介入之后呢，不顾学生程度参差不齐，有无能力翻转啊，那程度相对滞后的学生未必就能够提起兴趣，反而在老师的翻转教室这个教材教法的变革中呢，缩减了课时，有限的学期学时拘束下呢，学习目标可能会遭到挫折哦。4. 内心心灵的探索思维与社会连带关系。一般学科而非宗教的减少负面情绪的教育，课程名称和主轴内容可以是什么？这一门心灵思想的教育，达赖喇嘛尊者曾表示，没有人类的同情心，一个幸福的世界是不可能存在的。因此教育呢体系应该包括对热忱的教育，西方有可能将之称为社会情绪的学习。最近也有一个社会情绪道德学习的这么一个计划名字叫做社会交流情绪与伦理学习计划 SEE 学习计划是美国艾默瑞大学为全球开发的一个教育计划，旨在建设一个属于所有人的充满慈悲的伦理世界。据媒体的报道，为了实现达赖喇嘛尊者的思想和心灵教育的愿景，这个 SEE 学习计划为教育工作者提供一个综合性的框架，帮助学生来培养社会交流、情绪和伦理方面的能力。这个框架据说可以用于从幼稚园到12年的教育，也可以用于高等教育跟职业教育。所以如果在华文世界中，我们一起正视社会和情感学习，而且知道说它是教育跟人类发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对他人实践心中怀抱的非暴力、慈悲心、情绪管理、热忱等等，实现个人跟社会的目标，彼此建立和维持支持性的这种关系，还有负责任关怀的一起做出决定，是不是可以以这个内心心灵探索思维与社会连带关系为主轴，发展达赖喇嘛尊者的第4个使命，也就是用世俗教育的方式复兴古印度的智慧，也向大家请益。好，谢谢各位。